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5章，咱要为16节到23节，23节它停在这里有点怪怪的，无要紧这是经课表咱的经文为16章开始伊一开始就讲，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这样是会有点奇怪的开始啦需要介绍一下说明一下，就是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甲保罗其他的批都差不多同款的一个结构，就是头前保罗拢会先论讲这个教义基督论耶稣基督真做救主的论讲伊的批的上尾的部分，拢是咧提醒基督徒你得过什么款的生活伫日常的生活，基督徒你得注意什么代志所以我咱今日虽然对16章开始我若为12节我从12节甲念一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咱接落16节保罗是咧讲啥？为12节开始，伊讲兄弟啊，虽然讲兄弟，意思是兄弟姊妹兄弟啊，阮求恁凡啊伫恁中间着磨，踮伫主伫你警戒恁的，恁着捌伊，为着因所做的工，恁着伫仁爱大大尊敬因，恁大家着和睦，兄弟啊，阮劝恁着警戒。遐个无法度的，安慰遐个睿智的，扶持遐个软弱的，用宽容款待众人，谨慎，无得用歹报歹，或是大家相款待，也是款待众人，着常常对立，才会好，迄个好，就是保罗伫遮伫。劝勉伫提醒讲，基督徒恁大安怎即马来就进入今日的经文恁大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在他的希腊文的原文伊是讲总是要欢喜大家拢总是要欢喜就一直要欢喜来。祈祷是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凡事谢恩伊这原本的意思是讲爱感谢所有的在英文的圣经一律把它翻成是环境就是讲看下总紧 in all circumstances 所有的处境。无论什么款的环境英文的翻译都是把它翻成是环境。虽然希腊文安尼讲希腊文就很简单讲说，感谢所有感谢所有保罗讲这恁大家安怎，大家欢喜祈祷感谢伊讲伊是安怎？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谕令的旨意谕令的旨意。这个咱的汉字个翻作旨意有点严重有无？我们这个旨意拢甲上面两做伙，上面意思莫讲宗教的习惯啦，你若讲旨意，你想到什么会？你们没有在看连续剧讲到旨意，你想到啥？皇帝所以你会把这个人看着，你会把这件代志看了，这严重没有错，这个是命令的语气不过莫看介严重，咱会当甲当作是以上帝的意愿、上帝的心意把它看比较平常一点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意愿就是要让为头前开始再讲一遍，总是要喜乐总是要喜乐常常咱基督徒拢介绍咱基督徒是。喜乐是咱的记号对啊，捌安尼听过无？基督徒要喜乐，无论什么款的环境，还是无什么款的代志，拢爱喜乐有当时会不会觉得很勉强？
你有没有觉得喜乐的很勉强？好，好，这是有一点误会哈。当咱咧讲喜乐的时阵，咱重点是放伫态度吼，毋是迄个外面的表现吼。佮像这，你若感觉真艰苦，啊，你著艰苦无要紧啊。好，昨天参加一个宴席吼，啊，拄着一个姊妹吼。对着这个姊妹啊，很久不见，我就问他啊，有好不？哦，我才问他有好不，他就眼睛就红了哈。他说想爸爸哈，想爸爸。很久不见，我都不拢袂记上面代志啊。伊讲想爸爸，我就开始想什么事情哦，我就想起来哈，就是因爸爸去世之前哈，全家都有很大的冲击哈。哦，这个已经。1年了，已经1年前的代志啊！我看这个女儿哈，像你笑脸米老爸哈，我就变得很感动。我那个时候很感动，我嘛是老爸对不？啊，我3个拢袂笑脸过哈。所以哇，我那个时候就回到我的位置，就跟那个waitress 要一张纸哈，我的下，我说啊，爸爸一定会知道你这么。想念他哈，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若艰苦的时阵吼，啊流一寡目屎吼，啊你若少年的时阵吼，你得轻轻啊哭，我感觉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啦，啊这是好的啦吼。啊毋过上重要的是你得每一天健康欢喜爱来活，我相信这是爸爸伫顶面。一个做大的愿望，吼，看到伊的查某囝会当每一天啊做认真啊欢喜咧活，吼，所以不要勉强很喜乐，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基督徒，吼，情绪是一个很自然的表达，吼。啊，毋过伊是安怎？保罗加要讲，总是要喜乐，吼，要 always 吼，拢爱。rejoice 是安怎总是要喜乐吼，这变做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你安怎看你身躯边发生的代志吼，慢慢的改变自己吼，改变自己的态度去看咱的四周要发生的代志。请你会记住我讲改变自己吼，这甲等一个3句拢有关系吼。好，从一件一个咱本来做无欢喜的代志。啊，毋过咱的心态若有改变，就有可能会变做是欢喜的代志。这毋是勉强，这不是勉强的，这是慢慢的改变哦，慢慢的改变。好，第2项，伊讲到你爱祈祷无煞，吼，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吼，各位兄弟，咱基督徒常常在看祈祷的时阵，毋是用介正确的角度在看祈祷吼。上重要，我要提醒的是，祈祷毋是一个咒语吼。你讲咒语什么意思？我毋是咧讲歹的代志吼。有当时啊，基督徒拢甲祈祷当作是一个，我若念出来，我若上帝讲出来，这件代志就安那，得解决哈。这件头前这个问题，得和平来解决吼。那个就是咒语。你去想迄个哈利波特的里面念的咒语，是不是遇到有问题就怎么样？过来，啊，什么会？什么？去啥？好，就是讲，因学一寡咒语，特别拄到困难也是问题的时阵，因得甲念出来，啊，这代志就安那，就煞去啊。毋是，各位这祈祷不是咒语吼，祈祷是啥物会？祈祷是甲上帝讲话啊，吼，祈祷是甲上帝讲话。是咧甲上帝沟通吼，咱来当抓着即款的重点，祷告的目的、祷告的原因、祷告的目的是啥物？是咧甲上帝讲话，那你就猜猜看，祈祷毋是要摕来当做你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不是？吼，咱上帝祈祷，其实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啥物？是咧建立关系，与上帝建立关系。好，咱来想看卖啊，咱甲咱的好朋友
也是甲咱的配偶、咱的情人，关系要好，大家常常安那沟通讲话嘛，是毋是？吼，同款吼，咱看祈祷这件代志吼，咱是咧甲上帝讲话沟通，伊的目的最清楚，是要建立关系吼，毋通常常甲祈祷当作是一个要解决问题的工具，吼，所以伫遮个提醒一下，我常常讲祈祷有4种内容，来哪4种？讲讲看。祷告有4种内容，俄勒，来咧，认罪吼，俄勒认罪来咧，感谢，第4个毋是咱上侪咧讲诶，祈求吼，所以有这4方面的内容，可是你猜猜看，咱基督徒的祈祷，倒是后面上侪，祈求。我不是说不对，我是说不好。你想看觅啊？你若拄着你的好朋友，你无讲话无打紧，你大概甲恁朋友讲话拢是讲，你甲我做啥物代志？拜托你甲我做啥物货？请你安那。你每次跟他的讲话的内容都是祈求，以后他碰到你，他就怎么样？一直造啊，对不？所以，如果我们跟上帝的祷告都是祈求，搞不好上帝也怎么样？嘛酸气啊，也跑掉了哈。所以，咱爱知影伫咱祈祷的内容里面，大有俄勒的爱认罪，感谢恳求。我常说，跟人的对话赶快，咱主细汉老师都教我们跟人讲话要讲3种，一个是请来嘞，谢谢来嘞，对不起请谢谢对不起这边都有，请就是祈求对不？谢谢嘞，感恩，对不起，认罪减一项，俄勒，你知道为什么吗？咱刚刚教请谢谢对不起，教无教到俄勒，其实俄勒上困难，俄勒上困难，俄勒有2个要件第一个要有眼光，有眼光靠法度俄勒，然后第2个心胸要宽大，无咱常常毋是俄勒呢，咱看别人这厉害，咱拢安那？迄恁讲的嫉妒咱拢会怨妒怨妒较济我讲另外一个要件，就是要有够个的眼光好多晨曦的小提琴对吧？有violin即马下礼拜耍，你就要去晨曦俄勒对不？你说晨曦，你今天的裙子穿得很漂亮呢，你也敢讲啦？怪怪人今日是咧重点是咧安啦？他的小提琴讲下这要俄勒要有很好的眼光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看事情所以祈祷，伊讲祈祷无煞，这是介重要的不要误会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是要跟上帝建立关系，然后呢，好让咱的性命有改变。这个会是一个重点等一下我会把它3个放在一起。好，来，伫所有的处境、所有的环境，拢爱感谢。伊讲感谢无煞凡事感，伊安怎讲？凡事感谢凡事感谢这个跟第1个有点像。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所以基督徒你要常常感谢。我较少年的时候也被这样教导，不论什么情况，你都要什么感谢。很痛苦呢，这痛苦你嘛安那？爱感谢拄着这患难、这恶当当的代志，你嘛是安那？爱感谢基督徒不要生活那么辛苦了这不是一个自我催眠，这不是一个洗脑就是哇，我真正记赞袂掉，我嘛是安那？爱感谢。我甚至捌听过一个牧师讲过，
你愈挡袂牢，你愈无介意的代志，你若甲感谢落去吼，上帝会甲改变。有没有听过类似这种教导？哦，你只要坚持感谢，坏事情也会变好事情。我说过了哈，不是这个表象的改变。你若坏事情会变成好事情，那是你的什么会？你的价值观的改变。哦，你本来拄到这款代志，你无法度感谢，啊，毋过你的性命、你的价值观有改变的时阵，你就可能可以感谢的出来吼。各位兄弟，毋是咧看咱表面的迄个 rejoice， 迄个喜乐，毋是咧看咱表面迄个感谢，是咧看咱的性命的改变吼。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三个放在一起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记得我以前常常说的，希伯来文学有前后对称这款的关系。这三个你哪个用前后对称，把中看最重要，你得当安尼来理解。好，就是当咱基督徒祈祷无煞的时阵，我讲过，祈祷甲上帝建立性命的关系。当咱基督徒祈祷无煞的时，你的性命会改变。你的性命若有改变，你就有法度。伫你本来无法度感觉欢喜的时，你即摆会当安那欢喜。你本来无法度感谢的代志，因为你性命有改变，所以你现在也可以凡事谢恩。所以重点是性命的改变，重点毋是你强迫自己，你得爱欢喜；强迫自己，你得爱感谢。一个关键就是你是毋是要成做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常常祈祷，甲上帝建立关系的人。好，保罗继续提醒落去，伊讲毋通怕花盛行。他的希腊原文真的是这么写啊，真的是这么写。英文的译本。英文的圣经一律翻成 quench， 好，唔通甲盛行啊啦，拍花去吼，拍花盛行吼，啊唔通这两个放做伙，唔通看轻先知的话吼，先知的论讲吼，所以伫和合本的翻译吼，伊甲还这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虽然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改回来哦，修订版把它改成不要消灭圣灵，不是消灭，不要熄灭圣灵哦，跟怕花盛行赶快哦。不过他的意思真正让会当去了解，伊的意思就是唔通迄个把圣灵的感动给消灭掉，然后不要轻视上帝话语的论讲吼。咱知影本来你讲的是唔通看轻先知的话，你唔通甲想象这是甲先旧约迄款先知。大概行出来的讲哇，上帝有话甲咱讲吼，唔是这款的意思哈。它比较是在描述上帝话的传达或是宣讲，好，所以你会当甲思考啊，其实我即马在讲圣经的话，吼，这就是论上帝话语的宣讲，还是查经班，还是任何这样的分享的时候，这是先知的话，这就是先知的话哈。这两个坑做伙，好，你要有上帝的心，甲啥货？上帝的话，好，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哈。我必须再讲一下，我最近这1-2年哦，然后当基督徒当那么久，我最近这1-2年，真的是这1-2年才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感动，一个新的看法哦。迄若是我因过，我进前的时阵。我拢认为基督徒，来教会聚会，大家认真什么？服侍，好，我们不要单单听到，还要什么？行道，好，那你教会来拍拼服侍，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就这1-2年，我要认罪悔改，好，我若进前安尼对待咱的兄弟姊妹吼，爱甲你大回息嘞吼。我错了，我搞错了哈，不是这个样子啊！我认为圣经的教导不是这个样子哈。圣经的教导是基督徒
你得爱伫你的日常生活，你要在你的日常生活认真过生活，你要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出上帝国价值的款式。好，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看下啊，你若伫日常的生活，这认真咧活，你会忝未？会忝未啦？会迄孤单去未？会呀。所以你来教会聚会是要创啥？哈，要创啥？要充电啦，要 restore， 要重新得到快乐。好，啊，你毋才有法度会当转去你的生活的时阵，你安那？你会当有一个水的表现。好，你要甲这个世界无共款，你要活出这个上帝国的款式。所以，更像这你的战场，你重要的所在是伫你的日常生活，毋是伫教会，你知无？毋是伫你周末伫教会聚会。好，所以如果照我以前的想法，变成迄个这认真的基督徒，伊已经伫伊的生活这认真拍拼在过日子啊，会忝未？会孤单未？会无快乐未？会，拢会。啊，即摆伊来教会，我搁安那？伊来教会，我搁记安那？恁来认真服侍，吼，来拍拼热心，吼，安尼落去安那？会怎么样啊？各位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哦，越认真的基督徒啊，越早消耗掉，你知无？哦，愈认真基督徒啊，愈早，愈容易跋倒，愈容易感觉这孤单啊，拢无快乐，是不是？好、哦，我不晓得，这是我这1-2年的看法。我认为，各位兄弟，我认为你上重要的所在，就是伫你的生活，你诚做一个好的老爸、好的妈妈、好的查某囝、好的伫你的工课顶面，好伫你的学校，伫你的厝边。你诚做一个做好、认真过生活的人，你来聚会的时阵，你是要得到上帝的话，诚做你脚前下灯路上的光。你要伫聚会内面，甲你的兄弟姐妹内面，你去感受上帝的神，甲你伫地。你要对你的兄弟姐妹有得到支持甲帮助。当你会当伫聚会内面得到这一切的时阵，你较有法度转去你的生活，过一款甲这个世界无共款的生活的款式。这个是这我1-2年的感动吼。所以，这个上帝的神甲上帝的话，一直是咱基督徒最重要两部分。好，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小看哦，唔通看轻迄个先知的论讲，上帝话语的论讲。不要看清我现在在讲的东西。好，唔过吼，小心，我觉得保罗不错。唔过等下那查验，啊，你要查验哦。每水的代志等下那持守，安那，逐项歹事爱离开，逐项的歹，好，这个会是现今台湾教会一个大问题。嘴某书中要你要顺服，顺服什么？顺服谁啦？好，顺服牧师哦，要顺服才会蒙福，是吧？这会是个大问题哈。各位这无论什么款的情形，无论什么款的时代，恁各位这要讲一个，恁得爱质疑所有会当摕麦克风的人。你得爱会当去挑战所有会当掌握解说的人、会管理的人，掌握诠释权、掌握话语权的人，你一定要去什么查验啊？你一定要查验，不是徛伫顶面讲话的人讲的拢对，绝对不是。包括我今仔在讲，你得爱查验啊，你得爱。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无论你是牧师、老师、律师，什么师拢同款，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去查验、分辨，甚至甲伊安那对话挑战，这是你的责任。
绝对袂当坐伫下面，乖乖听，听了怎啊啦？一直点头，吼。你知道吗？我从小的经验，吼，我伫长乐会做礼拜，吼，我看到的会友，吼，我是讲演过啦。我看到的会友拢是安尼咧听讲道的。我若去迄个现在新兴的教派，什么堂什么堂，吼，会友是安尼听讲道的。这个很严重，吼，这个很严重。咱长乐会咱家的兄弟姊妹，我们要维持。安尼听讲道好无吼？唔通掠做无书里典管讲的拢对吼，要查验吼，要持守遐好的水的代志，爱离开吼，逐项会歹吼，爱离开逐项会歹吼。上尾这段的教是上尾，伊讲愿即个平安的上帝吼，伊家己互恁完全。加行哈，这个翻译难得翻的那么对哈，好，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翻译就把它翻成你们要圣洁哈。我一直讲过，不是圣洁，圣洁不是好的翻译哈，成圣才是好的翻译。与咱常常咧看到圣洁两个字，我讲咱目睭的圣洁，你目睭看得几个？你的注意力跑去哪里？我讲圣洁的时阵。人拢走去节吼，不过这个 holiness 这个的重点不是节，这个的重点是圣，是分别。你有上帝甲你分出来，上帝甲你分别为圣的迄个概念吼，就是讲，而且咱的和本跟汉字本都翻成愿赐平安的上帝，这个翻译不好哈。伊的原文是讲愿这个家己是一个和平的上帝，一个平安的上帝，伊安那。伊家己要互恁正人完全正做圣吼，完全是被分别出来哦，作为他子民的吼。所以上尾，愿恁的灵魂，愿你的灵甲魂甲身体得到保守吼。伫咱主要说基督来临的时阵，拢完全无通嫌吼。这里也是一个麻烦的经文，这是所有保罗的教导里面第一次、唯一的一次，他把它讲成3个。好，保罗拿其他的情形拢讲，伊拢甲 spirit 甲 soul 甲放做伙，吼，伊是讲灵魂甲身体吼。保罗其他的论讲都这样讲，只有在这里很奇怪，就在帖撒罗尼迦家，一个灵魂体分开讲。不过不要误会伊不是在强调灵魂体3个部分。当然看希腊文是可以很清楚看到，保罗是要强调的是全部，全部好，愿你们这个整个完整的灵魂体。拢得到保护，得到保护。我说他很讨厌的经文在这里，因为都有一种教导变成3元论，有听过不？3元论在希腊的哲学就一直把它当作是2元论。希腊的哲学是认为灵魂是什么？我讲过这题盖灵魂是不灭的，灵魂是非常的不朽坏，有价值的肉体嘞，会朽坏的，会灭亡的，所以肉体是不堪的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是高举灵魂，看轻肉体这不是咱基督教的想法。咱基督教强调什么会个话？咱讲什么复活？我们是强调肉体个话，像家在这里。保罗在讲你们在灵魂体都得到保护，也是把身体放进来。这个在希腊人的观念是不存在的。希腊人一定会把身体怎么样排外，因为那是没有价值。那 mortal 那是无价值的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灵魂跟身体没有把它二元分开其实都会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然后结果很不幸，这里保罗写说灵魂体变成3元论去了所以就有人说
灵是指基督徒才有灵跟上帝沟通的部分，那是灵。魂是什么？魂是指你的思想啦，你的意志啦，你的什么什么这一部分。体就是你的肉体各位这个完全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在讲到灵魂跟有体的时阵，都是用一个整体的观念在看，伊无甲分开没有分开。用人若死的时阵，圣经的描写是讲，上帝把我们的灵魂怎么样收回去，然后我们的肉体怎么样归于尘土所以说，虽然讲的是肉体跟身体复活，你复活的时候，你的身体有没有灵魂？有没有？没有就麻烦，就变丧尸了你身体是有灵魂，虽然讲的是肉体复活，可是它意思是一个整体的复活不是只有肉体。就是说，在圣经的看法，其实无把这两边分开没有把它分开，好像可以独立存在，没有所以说，这里等于是保罗的一个祷告的宣告，愿你们整体恁整个生命会当得到保全得到保守，得到上帝的保护好，咱伫耶稣在基督耶稣再临的时候，咱拢无通嫌这个无通嫌一直是生育一个介重要的观念耶稣基督就要就天进前，伊嘛是安尼讲恁爱真做我的 witness 证人证人你们要做我的证人。各位看这，要当耶稣的证人，其实嘛爱无通嫌，靠法度当耶稣的证人，你不能一直被指责。那里法庭定明一个证人的品格是会被考量的呢。你如果常常说谎，你当证人的有效度是会降低的。所以耶稣是要我们当他的证人，这个观念伫新约圣经是最明显的所以这个无通嫌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品质不过没欢乐啦，虽然我们都通嫌对不？但这通嫌的我都认为我自己红嫌噶到处都没看见不过各位兄弟会记住，我们要记得我们有圣灵，让有信心跟咱伫地让有信心跟咱伫地，咱的生命是一直在转换，一直在改变。今天我讲到一个重点，各位兄弟，咱的生命在改变。透过祷告，透过团契生活，透过上帝的话、上帝的心，咱生命在改变。若无迄个转换甲改变，咱无法度真实会当常常喜乐会当凡事来感谢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结果。这个不是一个勉强，一个催眠忙咱正人真正咱的灵魂甲体拢已经得到保守伫这个世上虽然有侪无顺心，有侪痛苦有侪咱无欢喜的事发生不过因为咱的生命的改变，咱的确会当过着迄款常常喜乐凡事感谢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即成的爸，当阮伫看到保罗对迄个时代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勉励时，爸，阮知这个话嘛临到阮的心上。阮虽然无共款的境遇处境，阮有无共款所拄着的代志不过爸，阮有共款一个情形，就是阮的生命要因为甲你结连得到改变。这是一件无容易的事，甚至是这恶当中伫阮的生命顶面。不过爸，阮恳求，既然阮已经受你的调，受你满满的稳定，帮助阮每一天伫信心内面，伫耶稣基督的听内面，阮欢喜来转换，来改变阮的生命。
互阮会当真实成做你的证人，成做你的见证。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